一时自作聪明，爱原谅你的不得已。你讲要弥补过去，想要搁重新开始，但是一旦我讲愿意，又搁爱习惯醉心梦死。你等来的彼一暝，我亲像到遐瘫乱，你会知，将我的身躯、我的灵魂，交予爱恨，你在甜蜜。你等来的彼一暝，你已经无爱，只是因为空虚。我知影日头也袂精神。原来袂食袂困的滋味，是一款的魔力。原来消散落巴的骨，才知是可怜的心，有人情的心。我行日头白日红，行酒窝叫起我的咖啡。我该用未来。小珍，你看，我带做一你爱吃的水果，还有面包来看你哦。你看，小珍阿姨在放风筝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呀，在哪里？有啊，坚持，一晨，姊妹回来，阿姨嘛来看小珍。今日时间刚好，那个红剑会2周年纪念，小珍也是同款拢安尼，无改变，真正让人足烦恼的。小心点啊！伊哦，前2天前安尼啊，伊当阵伊分的个月才精神，一醒袂了，人就安尼失神到即马。我看伊若是要好，除了有奇迹发生才有可能啊。严国峰，你较注意诶，那风筝要落来啊！小珍昏迷的时阵，一直在叫严国峰的名，就连伊精神第一个找的人，嘛是严国峰。伊好亲像认为严国峰一直拢伫伊身躯边。当初为着要小珍亲切，我过去甲严国峰住的所在，想要找因2个人的相片。啊，不过手机内底、电脑内底因的相片拢互因家己删掉啊。想要找一张相片回做纪念，拢无法度。所以才会连一点仔形影拢无留伫外口的世界。啊，那小珍就完全是活伫伊甲严国峰2人世界，所以伊才无想要管外口的任何代志。
能真正就要安尼戆戆过一世人。若是严国峰地下有知，唔知影伊是毋是会后悔当初安尼做。小珍过去争权夺利，用心计较，为着嘛是要追求一份会当互伊安心的感情，最后伊总算得到啊。虽然这可能是真正想要的形式，不过看伊即马安尼，无一定，这嘛毋是完全的不幸。世间差不多就是安尼，可能真侪愿望甲追求目标，但不过若是拄着爱情，到最后拢会自动导航，将所有一切拢奉献出去。